后来继续来看新北市芦洲这个查囡仔真伶俐，爸爸昏迷，伊随来报案。护理处理的救护员还未到位进前，用电话教这个查囡仔帮爸爸来做心肺复回术，结果查囝救回爸爸的命。好了，有一个要跟我一起搬，把爸爸搬出来好不好？ 救护人员赶到现场时，这个中年的查甫人已经无咧喘气啊！这个查某囝伫护理所的电话指导下，一直甲做急救。等到救护员接手 AED 评估过了，随用电的。好，可以哦，可以哦。上救一摆出动过的人，高级的救护员判断先建立呼吸道，用上诉，同时注强心剂，才会上救护车。患者就恢复喘气甲心跳啊。 患者现在可以自由行走、讲话这样子，所以也有可能是他女儿的帮助会比较大。先死后来救回来，这个做太太邀请救护人员重回现场，用卡片感谢。没有你们，我们家真的就破碎了，真的没有你们救了他，他真的就不完了。那我们整个家又重新得到幸福，我觉得真的很感恩你。 当初被我们急救了，现在可以好好坐在那边，就是也是要多亏他们家属有很勇敢的去做 CPR。大家出勤拢面对各种无同款的状况，及时救回宝贵的性命，是救护员上大的感动。